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最近网上在流传这个说国资委要倒查30年，就是主要查这个30年以来这些国有资产流失，对吧？这个在改制的时候对这个民营企业或者民营经济或者是私人老板对国企股的或者这个国有资产的这种侵占、这种流失等等。这网上有这个截图正好呢，对吧？最近这个娃哈哈这个宗家闹得也是沸沸扬扬，再加上这个娃哈哈里面的一些高管被这个杭州对吧官方带走，是不是就验证了这个说法，对吧？更加这个佐证了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信度？要去查这个国有资产流失了。那么又是按照胡一金老师说法，那显然有一些这个叫吓鸟论，对吧？甚至有点像这个加德老师这个翻这个联想的后账，对吧？有点那个味道。所以就这个事咱们也应该可以聊一聊。我来谈谈我的看法首先咱们先看看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教授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的。大家看视频。最近几天，关于国资委倒查企业改制30年的问题，在网络上和在微信群里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经历了90年代抓大放小，也经历了2000年的国退民进，当时的改制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些话题推进的。在改制当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我们改革45年来一直坚持的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改制中存在的问题，但并不是说要倒查30年，要搞一场运动。今天有些职工可能会反映，当时有个别资产评估过低，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或者弄虚作假导致的改制，对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群众反应大的、证据确凿的问题是可以清理的。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否定改革，不是要搞一场运动，而是对群众反应强烈的一些现象给予必要的回溯式的审查。比如众所周知的娃哈哈的案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国有资产占了46%，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国有股却从来不分红，而体外的循环通过其他的民营企业最终转到了私人手里的红利却有40多个亿。像这样的问题，加上他家内部又打得不可开交，已经形成了公众事件，恐怕就得要清理清理。所以归根到底，我们现在是要解决那些长期存在争议、群众反应强烈的历史旧案而已。为什么这个倒查30年的说法会广泛传播呢？原因就是这个说法非常有冲击力，引发了很多人的联想，以为又是要搞一场运动了，要清理国有资产30年以来的改革重组这个历史进程了。国资委倒查30年的提法也容易吸引眼球，听起来好像是真的。但这几天经过有关部门的同志了解，国资委在他的各种正式文件和发言中，从来没使用过要倒查30年这样非正式的笼统的表述。在实际中，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过去30年的每一家企业改制案例都要进行一刀切式的全面复查。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对这种说法做这样的理解，就是它根本就不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一场从经济到政治的运动式的无差别的倒查30年运动。它实际上被不真实的网络传言夸大和简单化了。因此，在这个时期参与国企改制的当事人或利益相关者，并不必过度恐慌，而应该密切关注国资委等官方渠道发布的具体政策和指导意见，这样才能让我们对网络传言保持审慎的态度。今天我们的经济下行还没有根本得到好转，但我国的资本市场在过去的4个月上涨了800点，
我们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因此不应让这个所谓的国资委倒查企业改制30年的问题扰乱我们的思路。这个刘教授啊，那就相当于辟了个谣，对吧？他从他的角度啊，从他的这个，他认为这应该是个谣言啊，扩大化了。我在想啊，这个我认可这个刘继鹏教授说的，实际上这是网上有人呢，应该是别有用心，正符合了胡一静老师说的叫吓鸟论。那现在本来这个实体经济就不太好，对吧？很多这个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也是有今天没明天的，发展也遇到了挫折。咱们不要以为只有娃哈哈一家这样，实际上像这样的企业很多，只是娃哈哈名头大，对吧？它影响大，规模大。实际上全国像娃哈哈这样的企业，像联想这样的企业很多所以说你这个传言这么一说，实际上又是人心惶惶。本来现在的吧，很多人就把这个房子卖掉，想方设法的把资产转移，对吧？要润到国外去了。你再这么一吓唬，人都跑光了。所以我看这个纯粹不可信，这个应该是有人传言。这个时候搞什么国有资产流失调查，对吧？要给人感觉要这个倒查30年，要算后账，要清算。这个说白了是对过去这个20-30年的发展是完全不理解、不了解的人，对吧？他这种叫臆想或者叫一刀切。关于这个娃哈哈这个股权纠纷关于宗家和杭州什么，对吧？这个国资委之间的这些纠葛我在很多节目都说过了。你不能简单的说这个宗今后宗馥莉他们有问题。所以说这个之前你不能不说上个世纪80年代往后，对吧？这个当时的这种各种民营企业、各种乡镇企业，它的一个发展的历史，不能忽视当时的背景。当时是刚从什么您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对吧？在那种大背景下，这个你养2头猪你养点鸡上到这个集市上卖鸡蛋都很危险，对吧？你这是走资本主义就是刚从那种气氛中刚走解脱出来。你难以想象说会有什么民营企业像现在这样的敢公开这么搞，它有个过渡过程这是我个人理解的那么那个当时就像这个娃哈哈一样全国各地都有这个乡镇企业。这乡镇企业它实际上就是这个集体企业，当然也有这个街道办的这种所谓的国企，还有学校办的三产。因为过去只有一个所有制，那就是国有，没有别的，对吧？你私人养只老母鸡下蛋卖都危险所以那个时候为了改革开放，对吧？为了这个活力，对吧？为了搞活经济，你这个国有企业不行吗？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对吧？弊病都有了，大家一起穷。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乡镇企业还有这个集体企业还有这个街道的那些企业发展的比较快呢？实际上就是当时把集体企业把这个国有企业交给了像宗今后这样的人，个人充分给他授权，然后让他个人收益和这个整个企业的收益绑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记住了不要现在我们一说就股权，对吧？因为我们聊的太多了，上市公司，对吧？民营企业股份什么的，你现在感觉好像都是天经地义，但那个时候没有这概念，对吧？那个什么国有股改制，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乡镇企业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是因为这么一改革，这个企业就我们那时候叫致富小能手或者叫致富带头人，就是宗今后这样的，柳传志这样的，甚至还有王石这样的。你看看他们都是年纪，你看都是70往上，他正好都是那个时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王石说他很冤对吧？王石这个我们经常也说了，你看这家伙他退休了，他一个月一年居然还给他1000万的这个顾问费，凭啥但是王石觉得自己亏因为按照当时的这个国企改制，王石是应该手上有一大笔这个股权的，那么很有可能王石如果他把那股权拿了，他就是万科的大股东或者是二股东。但是据王石自己说这个股权他又转赠给清华还是北大就捐掉了当然这是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在王石和万科之间那也有这种故事
就是股权之间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那我们接着说啊，就是说正因为这么一批人，对吧？是叫那个时候叫弄潮儿下海，对吧？所以他们把这个乡镇企业、集体企业，还有一些要死不活的这些国企啊，他们就越做越大。因为当时没有股权这一说，说这个公司以后就是你的了，那都是国家的。但是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也由私人经营、私人控制，是私人按照私人企业在运转，对吧？从这个财务到人事安排，到市场销售，到各种战略安排，那都是由这个老板一个人说了算。这个显然是不符合什么国企的这种做法的，对吧？国企你要往上报到上级单位，对吧？你比如说你国企的你的厂长任命，不可能是你国企自己能定的，对吧？上面还有组织呢，对吧？你的资金使用不是你老板一个人说了算。但是你看啊，像这种企业它都是就像私人企业一样的运转。所以说啊，我们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个人理解，就那个时期啊，它有一个叫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进程。但是当时没有这概念，我们现在可以回头啊，给它定义为国企私有化。但是它那个私有化是非正式的，没有什么文件，没有什么法律支持，是个非正式的私有化过程。因为咱们，所以这叫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啊，就这么来的。正是这个非正式的，但具有实质意义的，对吧？私有化过程，它才推动了乡镇企业，包括街道企业，包括一些国企啊，它的发展，调动了实际上的私营企业家的积极性。你要不然宗庆后能有那么大的劲儿吗？对吧？这玩意做起来跟我没关系，或者我拿工资跟大家差不多，顶多比你多2倍，那他没有那个劲啊，他也不想担这个责任呢，他也不想搞那个人设啊。联想也一样啊。所以说你要拿着现在的法律，拿着现在的尺子去30年前去查这个事情，你这不就乱套了吗？我们现在我们才有清晰的产权概念。当然了，实际上跟美西方相比啊，我们这个产权概念还不那么清晰啊。所以说在那个上个世纪啊90年代啊，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界定方式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啊，是通过社会认知和多方默认形成的非正式产权，所以叫非正式的私有化过程，对吧？当时比较出名的就是红帽子企业，大家都知道这个企业抬头是国有企业的帽子，但每个人都知道啊，它是个私人的，老板说了算。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也没有拿这些企业当国企来看待，因为他都不管嘛。你想一想，对吧？连万科要不是出事了，你看哪个国企愿意过来管呢？深圳国资委他不想管呢。所以我这么一说，大家就能想明白的吧？正是因为这个万科马上要爆雷了，这一雷一爆，深圳地铁、深圳国资委在里面的600-700亿、700-800亿的这个投资打了水漂，这个事情太大，他们没有办法，对吧？进来接管，从这儿也能看出这些问题。那有人就说了，那当时为什么搞得这么模模糊糊的，说不清道不明？美西方的制度就在那儿，为什么不能直接引用呢？直接学习呢？那是当时的那个大环境，就是那么个环境。我刚才前面就说了，我们刚从那个，对吧？您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个过来，大家还记得吧？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在商量，都在讨论什么？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对吧？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啊，这就到90年代末，我们还在讨论什么姓社姓资问题啊。凡事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啊。这么一说的话，实际上很多事情离我们并不远啊。我记得是吧？网上曾经流传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文章是吧？很多现象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你比如说饿肚子，对吧？吃饱饭，实际上也就这几十年的事，对吧？这个没有用粮票，那也是近20几年的事啊。我记得97年还在用粮票啊，还是反正就是97年吧，对吧？身份证什么时候开始用的？没有身份证的时候，你出门怎么证明你啊？你得去村里面，对吧？去街道开介绍信，说你是谁。有了身份证，你才能流动啊，出去啊，拿着证给别人看。你看，很多人不知道身份证怎么来的吧？这一说远了，对不对？身份证出现之前，你出门你怎么证明你是你啊？
那时候更没有手机，对不对？你得开介绍信，对吧？大队里给你开个介绍信，叫自由我村村民某某某，男要去什么什么地方办什么事，对吧？从几号到几号，请予以接洽，或请提供方便，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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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对吧？什么什么村，什么什么委员会，或者是什么什么村支部，给你盖个章，这来证明你的身份。而这一切都还没走远，所以说我们要回到那个年代，你就知道了。所以是当时大环境决定的。所以那个时候说不好听点的啊，有的企业家你就把这股权给了他不要，他宁愿这样不清不白的，哎，这叫脚踩两只船，这叫头戴红帽子。什么意思啊？万一你要对吧？你要往左转，那我这是国企啊，不是我的，对吧？你要来问姓社还姓资的时候，他姓社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有的这个私人企业老板，你就把这个股份给他，他不要，不敢要，害怕你开倒车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对吧？现在不给我想方设法的多要点，这时代变了啊，环境变了，思想也变了，对吧？那个时候私营经济随时会被掐灭了，到时候说不定还要清算，所以他们也很害怕呀，对吧？也是这个脑袋憋在裤腰带上的，因为这个政策琢磨不透啊。全国都一样啊，但是这些问题呢，后来在乡镇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还有街道啊，对吧？这种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都对吧？逐步解决掉了。怎么解决的呢？其实比较简单，因为改制的时候，大部分企业还是不赚钱。就是我们不要老想着这个万科、娃哈哈、联想，他们是硕果仅存的，做大了，知名了。大部分这种乡镇企业啊，这当时也就那样，要死不活。说好不到哪里去，说差也还能养活几个人。所以地方政府的当时借着政策的春风啊，你比如说啊，加入世贸了，大家越来越看到了这个改革啊是不可阻挡，一往无前。所以说慢慢的各个地方啊政府就把这种戴红帽子的企业清除掉了，表面上看是国企，实际上又是私企。所以这个就把股权关系啊、产权关系啊逐渐捋顺了，就大部分都解决了。那还有很多没解决的，那么娃哈哈就是其中之一啊，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你说现在啊，网上传言什么国资委要倒查30年，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对这些民营企业、对这些民营企业家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是历史原因形成的。这个娃哈哈啊，就在宗今后的这个带领下，就是在这么一系列的啊心照不宣、你知我知的，对吧？这么一个安排下走过来的，对吧？国资有46%的股权，它中间进行了股份改制啊，改制了之后，国资46%的股权，然后宗今后本人是多少，然后职工还持股多少，变成这么一个架构。但是双方又心照不宣，认为这个国资它就是代持，就持有这股份，但国资不参与，什么都不管。那个时候也没想到这个什么品牌，对吧？知识产权、品牌、知识产权那些东西都是后来大家才认识到啊它的价值，对吧？那个时候就无所谓啊，什么品牌不品牌，知识产权。所以说啊，这个非正式的默认与正式的法律效率交织在一起，对吧？由时间导致的，对吧？它是这个20多年前、30年前是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啊安排没有彻底，最后到现在形成了一团麻，剪不断理还乱。所以现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娃哈哈掏空了国有资产，一种说法呢，娃哈哈是国有资产，但是你这国有资产你投入了什么呢？你什么都没投入，对吧？认为这个娃哈哈就是宗今后的宗家的，没有宗今后哪来的娃哈哈，对吧？现在这两种说法，实际上我在以前节目我说过了啊，对吧？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宗今后这个人怎么样不好，说掏空了国有资产，我们也不能简单说这个企业就是宗今后的，对吧？这种说法显然也是不公平。所以说怎么解决呢？实际上我在以前也说过了，也就是现在啊，这个杭州的，对吧？这国资有关部门啊应该介入，进行认真的审查，这个国资这一块到底还值多少钱，对吧？这么长30年的合作，是不是该给这个国资分红？要分应该分多少？我觉得应该现在啊，应该以一种勇气啊向前看的这种态度，把这事给解决掉。那毕竟这个孩子养大了，你不能你说这个跟国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把它白送给宗家，这个我觉得谁也担不起这责任。但是你一口否认说这个啊就是国资，
对吧？跟你宗家没什么关系，宗家就是多少的股份，这个显然啊也不符合当时的这个历史现实。所以现在就看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把这事解决掉，这样的话让这个娃哈哈能够轻装上阵，对吧？把它真正的变成民营企业，让它去跟农夫山泉竞争，跟其他的什么桶装水、瓶装水，对吧？饮用水公司去竞争啊，让它去爱资本化就资本化，愿意上市就上市。因为娃哈哈这个品牌也不容易啊，不管怎么解决啊，当前这种混乱状况应该结束，应该尽快把它解决。如果这个混乱状况不结束，实际上这个娃哈哈发展就停滞了。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多激烈啊！如果你一旦停滞了，这个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一个好好的这么品牌也可能就从此萎靡不振。如果说国资非要把娃哈哈这个收回来，变成一个国企，那实际上不是没有这么干过啊。这很多这个饮料品牌，我印象中那个王老吉啊，怕上火喝王老吉，那个王老吉好像也是发生这种股权的吧纠纷，到底是国资的还是个人的？这还是所有权是谁，经营权是谁，没整明白。最后国资把它收回去了吧，应该是管药集团给它收回去了。收回去了之后，这个王老吉我感觉没以前火了，然后出来很多这个模仿的，对吧？这种凉茶，大家也知道啊，这玩意被国企一旦收回去，十有八九就越养越缩啊，它没有活力啊。所以说这个娃哈哈的这种乱象不能再继续了，继续下去对这个品牌，对吧？对这个产业，对这个公司都没好处。对国资对宗家都没有好处，都是输家，所以把它产权理清晰，对过去啊形成的问题想办法，这个宗家该给国企啊补贴，对吧？就是因为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分红啊，但是你看宗家呢肯定是分红了，他没分红，但是他通过这个体外公司，他把利润已经转移了很多了，要不然他在海外的这个18个亿美金的家族信托的钱从哪儿来的？杭州的国资收到这个有这个18亿的收入吗？美金啊，有没有？显然没有嘛，对吧？那也就是看怎么个就是宗家啊，怎么样补偿一下这个国资的部分，然后国资啊退出，把这个股权招牌挂，职工愿意留在里面就留在，不愿意留也可以退出，这个应该是皆大欢喜啊。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看法啊，我认为对这个上个世纪啊90年代以来。这些叫产权不清晰、红帽子企业这个遗留问题啊，越早解决越好，不能简单的认为这是贪污啊，这个什么掏空国有资产，不能简单这么定，就是定性你不能这么定，因为这是时代导致的啊。实际上我在上一期节目我说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在改革过程中啊，说改革停滞了，出现了这些问题。如果同期对吧，配套再进行这种制度改革，对吧？那实际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看越拖啊，它越难解决。既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要保护好民营企业，两头都一样重，对吧？你不能以保护国有资产，对吧？你去打压了这个民营企业，你也不能因为保护民营企业，然后就任由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都不行的。所以说来说去啊，就是希望这个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做一个彻底的切割，对吧？让产权更加明晰，对吧？让娃哈哈呀能够轻装上阵，避免对吧什么三败俱伤的这种局面，这样啊让谣言呢也就没了空间。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